子你在哪儿啊？我的救命之恩还没报呢。公子。 公子，你醒醒！公子，醒醒！公子，公子，你醒来了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公子，你醒醒！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动手了。公子，你醒醒啊！ 公子，我是想救你，不是轻薄你。这个大还丹，父亲大人说有奇效，能药到病除的。在哪儿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庄侍卫，快醒醒！庄侍卫，誉王呢？誉王呢？我等刚刚赶来，只是并未发现誉王踪影。奉送消息，前排羽林军速杀！是。 公子，你因我而伤，我定会负责到底的。你若醒不来，我实在无法安心去找父亲大人的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，怎么弄的？快点！哎，是。文夫人，景王，您这是？今日文府大喜，自然要装扮一番，不想文夫人费心，本王自行处理了。这，文夫人，这事儿该有个交代了吧？对，是该交代了。 小女马上就到。方圆30里没有找到誉王的行踪。山崖下呢？山崖西面是水，东面是苍启山，南面是泥泽。
唯一能行的西面山洞，山体塌方，实在是进不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靖王昨夜在文府一夜未归，这是铁了心的要争。太妃那如何？江德忠几次派人回府，太妃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必须尽快找到誉王才行。你们想办法去山崖下走，我先去文府且挡一阵。是。母亲大人，静儿，多年未见，竟出落得如此大方。文姑娘，太后愿抬举小女，是天大的福分。只是，我既早与景王有婚约在先，若是因为富贵权势而改变，怕是要被天下人耻笑温家。你，文姑娘，你可知抗旨是该如何定罪？放心，有我。钟侍卫，本王等你许久了。坏了，不会是被狼叼走了吧？托你的福，公子，狼没来。你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这女人2日接连出现，每每总有祸事，难道也是刺客？你渴不渴？伤口还疼不疼啊？试探哦，对了，你伤口要不要找草药敷一下？要下毒？躲什么躲呀？哎呀，多好的玉，拿来乱打人，幸亏没有摔坏，不然的话捡回来也没有用了。对了，公子，你叫什么呀？公子，公子，你到底是谁？啊，我是谁？我们昨晚还有刚才都在一起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不能信之人，无需多看。你不会是……哦，对了，那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这细作不知何人寻出，当真愚蠢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还记得昨日的事吗？那前日的事你又记得吗？或者你还记得什么呀？你从哪来，干什么去，最喜欢什么，最讨厌什么？你还敢提昨日？这个女人勾引得我几次3番破例相救，居然是妓，真是该死！我不记得了。哎呀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想让我记得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总在我身边？你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啊！哎呀，什么目的不目的的？你失忆又不是我失忆，问我干什么？失忆？